大家好，我係魚蛋，我係花之丸。上集我哋就講到由麗江嘅2000幾海拔上到3000幾嘅離牛坪，所需要嘅準備啦，以至交通嘅方法同埋購票嘅方式都有好詳盡嘅介紹啊。之後玩完落嚟，速遊一下擁有大自然 Tiffany Blue 嘅南越谷，最後細味一下束河古鎮寧靜嘅一面，以及介紹埋一間好性價比高嘅雲南小炒館。未睇嘅話，一定要撳翻去睇㗎。去到今集 Day 3，我哋係去咗影婚紗相，不過當中拍攝嘅主要兩大場景呢，我哋都好想介紹俾大家喎。自己換套靚衫過嚟，又或者租翻套民族服，都一定好出片，唔會令你失望㗎。記得一定要加呢兩笪地方入去行程安排入邊啦。至於夜晚，我哋就食咗間自助火鍋烤肉，超級抵食啊！記得俾個讚好同埋訂閱，更多自想自抵玩嘅攻略，我哋一齊玩進去。由於好多人嚟到麗江呢邊，主要嘅目的呢，就唔係為咗影婚紗相，呢度就唔會花太多嘅篇幅去講解有關今次嘅拍攝過程啦，只係總括一句，今次嘅體驗呢，就真係好令人滿意嘅。反而更多呢，係想介紹拍攝嘅兩大場地，自由行嚟得到之餘，時間仲可以更加隨心咁樣安排。廢話唔多講，第一個場景同樣係我哋之前兩集都嚟到嘅束河古鎮。位置嚟到束河嘅北門入口，雖然束河話大唔大，話細唔細，成個古鎮嘅核心區都有3平方公里㗎，但其實最精華、最靚嘅美景，只係集中喺西北部分嘅一帶，特別係九鼎龍潭附近嘅青龍河嘅周邊，喺度你會睇到立西嘅原生古村落，小院就種花，大院就植樹。着埋套唐裝旗袍入嚟，咪就係活生生咁樣融入咗呢出如夢似影嘅古風之中咯。跟住王牌重點推介嘅就係聽花谷啦。門票正價係80蚊人仔，但絕對係超值嘅。呢度啊，簡直係隱藏喺雪山腳下嘅人間仙境嚟㗎。重點係四季如春啊，都唔需要擔心咩月份嚟到唔啱玩啊。3月至5月有鬱金香、洋水仙等等鋪成嘅七彩地氈。6月至8月份，夏季就有向日葵、繡球花等等爭妍鬥麗。9月至11月就有粉黛花、染紅山坡，仲有銀杏林、襯托玉龍雪山。至於12月至2月份嘅冬季雪山就更加清晰啦，草甸都覆蓋住一層薄雪，引人入勝啊！當中都仲未講到白色嘅教堂、浪漫嘅風車、童話式嘅旋轉木馬。仲有可愛嘅羊駝同你影相啊！呢個雲南版北歐式嘅夢遊仙境，聽我講啊，唔係聽完我講你都冇嚟嘅話，我係絕對會失望㗎。成日周圍去玩，唔少得要有個舒服嘅背囊，為大家介紹返嚟自瑞典嘅品牌 Gaston Luga， 設計簡潔得嚟實用，無論係日常使用、工作去玩，都一個袋搞掂晒啊！男女孭出街都一樣咁好睇，擺返個15% 嘅折扣碼喺度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轉頭喺資訊欄嗰度撳返去官網嘅連結去選購返啦。晚餐時分返到束河古鎮嘅北門附近，想介紹呢間牛彬彬，喺麗江大眾點評自助餐排行榜入邊位居第一，而一齊睇下有咩料到先。雪櫃入邊有唔同火鍋同埋烤肉嘅配置。
各種蔬菜類咧就唔講啦，火鍋必搭嘅丸啊、肥牛、烤肉嗰邊除咗腸啊、雞翼、豬扒，仲會有肥腸、蝦、毛肚等等。隔籬就係醬料區嘅標配，常見嗰啲，不過就要彈一彈啊，醬料俾人不寫咗，都仲未見有人清理。呢間餐廳嘅熟食就唔多，熱食嘅好似就得呢個牛腩煲啫。不過有一說一啊，不愧個招牌都咁多個牛字啊，對牛嘅烹調果然有一手，牛腩粒粒都肥瘦相伴。炆到軟爛入味，而且一啲都唔黐牙。如果唔係要留肚俾嗰啲現切嘅鮮牛肉，實要懟多2碗飯啦。呢個牛腩一定要必食啊！主角就係要擺到最後先出場，師傅手起刀落咁樣係咁切牛肉，唔同嘅部位都有，比較特別係牛舌都有啊。最後望埋甜品水果區，種類就唔多，2-3款蛋糕咁樣啦，仲有泡芙同埋西瓜。唔好睇得幾件啊，最主要係我哋嚟嘅時間比較晏，不過食物食完之後佢都有補充嘅。終於都到咗開餐時間啦，一邊係燒肉，另一邊係2款湯底嘅打邊爐，有辣有唔辣。咁先講講牛肉嘅部分啦，可能係攞咗比較瘦，定係呢度係嚟牛肉嘅關係，感覺就比較韌少少。蝦咧就係中型嘅 size， 剝起嚟唔黐殼，彈牙好好味啊！跟住攞埋至愛嘅牛胸油喺麻辣湯嗰邊落佢30秒。望翻燒肉盤，重點除咗要食一口牛之外，就一定要食呢個豬大腸啊！燒起嚟外皮焦脆，裏面就軟糯，超正啊！食起嚟冇任何嘅異味，攞完一轉之後就係翻兜好多轉啦。之後仲有呢個牛舌，一樣係10級推介啊！粉紅色嘅肉睇得出嘅新鮮，係牛脷可以切出嚟唔多最嫩嘅部分嚟噶，食起嚟完全唔悶啊！仲有最緊要嘅價錢都未講啊，人均只係73蚊，再加28蚊嘅湯底費，除出嚟啱啱好似係80蚊人仔一個人咋。雖然自助餐嚟講咧就唔算好多款式，但係論食物同埋呢個質素，我哋就好滿意啦，推介。好，又到咗下一日嘅 day 4啦。我哋準備由麗江出發去3000幾海拔嘅香格里拉。咁出行方面，我哋就揀咗坐高鐵，咁可以慳翻啲時間啦。咁淨係1個半鐘就可以到達啦。車費係49蚊一個人。臨去到香格里拉，可以見到呢度嘅建築都好別樹一格啊。每個屋仔都只係2-3層，冇任何高樓建築，啱啱好唔會影響到遠眺後面嘅雪山風景。終於到咗香格里拉啦，最直觀感受係，哇，好凍啊！體感溫度啊，比麗江低成10度都有。另外啊，已經到咗超過3000米界線嘅海拔，大家都要更加小心，避免中高反啊！嗱，臨打埋張卡就 call 車返民宿擺低行李先。車窗望出去，覺得香格里拉嘅建築真係同麗江嘅好唔同啊！對於我哋啲南方人嚟講，呢度特別有新鮮感，更加體驗到異地民族風情嘅一面。好快，終於到咗香格里拉嘅民宿啦，個名就叫麗斯曼龜時供養民宿。門口就偏向古式嘅風格，入到大堂反而好唔同啊，屬於純白簡潔嘅格調，帶幾份嘅摩登。大堂都有唔少嘅休憩位啊。行出去室外嘅花園咧，都幾別致喎。3層嘅民宿係冇電梯嘅，不過員工都會主動幫客人搬行李上去。先睇間雙床房先，空間感好大啊，2張4尺半嘅床放完都仲有好多位，窗外嘅景色都可以。門口入嚟有個小客廳，有張梳化茶几，乾濕分離嘅廁所喺走廊位嗰度，都好乾淨企理。望出去嘅民宿內園景觀又真係幾靚喎。之後就望另一個被升級咗嘅親子房，入嚟又係先經過個客廳，
但係空間感就更加之大啦。再睇下間睡房，2米嘅大床，另外配搭4尺嘅榻榻米床，仲有條滑梯添。大床隔離咧就仲會有個供氧機，有需要嘅客人仲可以問職員攞支吸氧管去使用。睡床對住仲有個大電視，旁邊咧仲有個加濕器，以防呢邊乾燥嘅氣候客人會唔慣。再介紹下呢部聲控叫小度嘅智能機，仲有開山燈啊、窗簾啊、報溫度等等咧，就仲會有播音樂嘅功能噶。有時瞓喺床懶得趌起身都幾方便噶。今天的天氣如何？迪慶，今天小雨轉多雲，零下1度至12度，升溫2度。當前空氣質量指數42，空氣挺好的，請記得帶傘。朱小都，打開林俊傑的音樂。好啊，一起欣賞老林的交換餘生。成間房75平大就真係驚豔到我哋啊！諗翻成間房嘅房價先係俾咗310幾蚊，性價比就真係抵到由心笑出嚟啊！最後又再重點睇翻個客廳位，除咗梳化之外，仲會有掛衫擺袋嘅位置，仲有張小木台。拱形嘅門行入去呢，就係洗手間嘅位置，一樣係乾濕分離嘅設計，位置好闊好舒服啊！灰色簡約風又好有格調，基本嘅清洗用品全部都齊全。走返出去睇下民宿3樓嘅公共天台，都幾開揚㗎。如果冇咩行程比較 chill 嘅旅客，都可以喺度 hea 下。最後出發去景點之前，仲有隻好黐人嘅狗狗送客。哇，卡哇伊！下集預告，我哋會把握1日嘅時間，我哋會將香格里拉特色嘅藏族民族餐介紹俾大家，一個連食肉獸都會食肉食到怕嘅一餐。跟住介紹一間老闆會講廣東話，夠晒親切，幫你配襯好晒嘅藏服體驗店。當然會玩埋最好玩、最適合打卡嘅各個景點啦，仲有會帶埋你體驗貴族級享受嘅吐司宴啊！唔想錯過咁好玩嘅雲南香格里拉，只得一個辦法，讚好、訂閱再分享埋俾你最老友嘅旅行腳，係你唯一嘅壯舉。我哋下集雲南第4集繼續不見不散。